新聞頭先趕緊來關心受到風颱外圍環流甲西南風的影響，南台灣透暝咧變大雨，包含屏東、高雄甲台南是攏緊急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課。在台鐵永康站到公山站之間，也因為部分的鐵軌路淹水，也暫時雙線攏停駛。另外，昨在台南也傳出南區有一搭公寓地下室規個攏淹水，10外台的烏多擺攏淹了了。這里長甲議員是質疑操作水閘門出問題，也水利署也承認有疏失。大雨車通道規條車路變水路，台南2、5暗大雨來了緊，真濟所在嚴重積水，其中南區的文化里閣傳出災情，雨水攏淹入去公寓大樓，住戶根本袂敷應變。迄時陣足大個下水，來，個路面攏淹起來，來了，伊遮安尼流入去內底，規個攏淹水淹起來安尼。遮咧佫落較大個雨嘛，無像即擺安尼淹啊，遮嚴重啊。安尼，所以後壁才佫會問題來了解看，到底是啥問題？公寓的部分伊內底有差不多15台的烏多擺，規個攏滅頂啦。住戶敢若會當目睭金金看家己車浸佇水裡，雖然講水利局趕緊調抽水機來支援，不過附近的店面也是同款淹到骹目才懸，大家摕掃帚一直咧拼，一直咧護水。議員甲里長是攏批評講水閘門的操作骹手受慢。因為水閘門他們沒有做第一時間充分的去抽水嘛，所以造成這邊淹水，水排不出去。水閘門這一部分，它是有開，它只是說那個開的那個刻度可能沒有看得很清楚了哈。它這一部分應該是有一些影響的，但是我們也會責成廠商來就針對這一部分來負責任。水利局承認有疏失，強調講這屆雨落了傷大，加在大水期來進前有形成土霾，市區整體影響才有通控制。這場大雨也未落了，第7號風颱美克拉一路就北，氣象署已經啟動0625風颱外圍環流西南風大雨事件。會在今天一直到上午的時候，南部地區都有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發生的情形，然後一直要到下午之後。整體的雨勢在南部會稍微略微的趨緩一些，不過因為受到鋒面影響，所以在南部地區的話，還是要留意這種可能會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的情況。面對這場大雨，南部各縣市神經線攏加嚴，包括屏東縣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拜五攏宣布停班停課一天，提醒非必要盡量莫出門，提高警覺，注意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